非常非常快乐，跟你们一块儿在一起今晚。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再跟随那个第十个的教训了。那我特别想问好天父，亲爱的天父耶和华后，要活说我就带来他们的话我想你提到要我说的美丽和他的恩典。今天就是那个第十个的那个教训呢。要我说的但是艾利亚今天来到你家里就是第十个教导，话题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确实拆坏了犹太的十条街，然后他儿子确认了这事儿。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是条街红西的律法被拆坏了。那个第一个人把那个拆坏掉，就是他的父亲，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我教过你们，他的名字是亚法。那教圣直接说，然后非常明确。这个教导非常有基础。因为有人对我们说，为什么要把这条他放好了，他父亲放好了的东西，就他儿子把那个拆掉了？那教训呢，真的不行啊！那我们多么讲多看到了，有什么情况？就是他的那个自己的父亲把拆坏掉那个是掉结红西的律法，但是第一个人把那个拆坏了，他被称为亚法，因为他把挡住了。为了不再遵守那个是掉结红西的律法，他把挡住过那个按照那个以赛亚书第66章第3节，我们来结论一下。那个第9个教导，我们来念一下。假冒伪善的宰牛好像杀人，先羊羔好像打折狗，像公物好像献猪血，烧肉香好像赠送偶像。意思就是什么呢？在这里上文就直接说，一直说就不可以再遵守那个祭祀之人呢，这个被挡住了，因为不可以再遵守那个利未记第60章多，就是说那个祭物和那个焚祭放在遵守这个我们刚才看过了那个假冒伪善的宰牛好像杀人呢，先羊羔好像这个像烧肉香好像赠送偶像，那政府也把挡住了那个不再遵守那个祭祀之人呢，写上了在那个利未记书上，就是那个第16章都按照那个上文就不可以上天也是不可以加添，按照那个申命记第4章第2节说定了，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亚法你们神的命令。在这里上文就一直说不可以加添，也是不可以删减，你们要注意好这个，因为这个就是那个你们亚法神的命令。在这里政府亚法就把挡住了那个利未记第16章多，就在里面内容就是那个
祭司之人。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16节第16章第3节第5节，然后我们再加。亚伦的经上说，要带一只公牛作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这个就是按照那个以赛亚书第66章第3节那里，第6节呢，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焚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那在这里就是说什么？也有要把拿过来，那个公牛，就是要把赎罪。那我们这个是第5节呢，要从以色列会中取2只公山羊为赎罪有公羊，有山羊，有绵羊，为了以色列人的赎罪祭和那个为燔祭。第33节呢和第34节呢，这个就是为了那个赎罪的和那个祭赎的，要做这个每年一次，我们来念一下吧。第33节和第34节，他要在这上所和会幕与当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求你们用样的等力，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1年1次为他们赎罪，要1年1次为他们赎罪。那如果说要他们那个赎罪的话，就是要做这个1年1次，要拿过来公牛、山羊、绵羊，按照那个典妇耶法的话，就不可以再遵守这个。按照那个申命记第4章第2节不可以，上节也是不可以加点。典妇耶法做过什么？他怕挡住了那个利未记第60章多，那这个摩西的律法和19节都不可以再遵守。那个这个就是你们那里遵守是那个安息日禁止吃猪肉付那个1/4，你们继续遵守19节和摩西的律法，这个就是你的疯狂的，你知道下地狱那里就是在阴间那里。第2个呢，按照这个话不可以再进去，在这个摩西的律法和那个19节这个被再坏了，因为他不让人再进去，里面这个被挡住了，因为这个被挡住的话，那你不可以再进去里面。当然是，然后我们有别的那个命令说了。还可以重新打开，这个没有啊，没有，从来没有。那这个话的话，按照大的话，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这必不知后悔，他不会说谎，也是不会后悔。那他没有后悔了，然后他不会说谎了，然后会再跟人类说，再重新遵守这个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就这样，
先锋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好坏。他说话岂不照着信呢？他发扬岂不要拯救呢？他说定了这个被挡住了，这个直到最后就被挡住了。他不会说谎，他将不说谎或者后悔，没有什么说谎的。如果他来说按照他的话就不可以再从说那个，你们都不可以再进去里面，我把那个挡住了。谁把那个挡住了？就是他自己把那个挡住了，因为有这个挡住的话，没有什么人可以把那个再打开，他们没有什么权利把那个再打开，没有什么人可以再动那个，因为天父亚法自己定那个，然后把人多的律政不能进去在里面。然后以后没有什么上文就说了，讲说我可以再打开这个，没有什么上文就说了以后呢这个被挡住的话，然后可以重新打开，因为按照那个摩西的话，按照那个上文的话。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动我的，那是我说看呢，我来了，我的是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他们就是那个看这个就迷路了。那个在哪了？如吧？那个上文是在哪个地方？诗篇第40章第7节到第8节。诗篇第40章第7节，前面还有第6节嘛。第6节，我们来念第6节。诗篇第40章第6节到第7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动我的耳朵。从这里对以色列人开始他们太明白了，犯祭后赎罪债非你所要，你看了不可以再就说这个，不行的话后面还有这个句子，那他们宗教领袖那里都以为就是要把在进去在摩西的律法和那个十诫节那个上帝的儿子，因为有这个句子，那是我说干哪我来了，我的是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呢，我勒着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因为有这个句子，我的是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所说的话多，就是限制。已经说过了，就在这里把强调了，因为天父亚法不同意在遵守那个祭司的职任呢，那个摩西的律法和十诫节被确实被拆掉了。他不是人然后会说谎或者会后悔，他今天说不是明天会说是要说也说了，你说是的就是是的，你就是说不是就是不是，天父亚法说定了不是的，那就不可以再遵守那个祭司之人的那十诫节和摩西的律法被拆坏了。
因为天父耶和华不可以这样的走的经典，他就是说是的明天右边了就是说不是的，他说不可以进去就不可以进去，他就证明过了，他就是那个把那个电燃烧了，那个就是证明呢不可以再中烧，那个是调节好摩西的律法那意思就是那个不可以再进去在里面。那你们哪里都听到了那个今天的教训呢？以后上文子没有说了要说讲进去了，在这个十条街好摩西的律法里面，因为这个不可以上间，也是不可以加点，因为按照那个十条街的那个数据的或技术的那个律法，那个就是每年一次要做那个不可以把那个拿掉，你一中手那个就不可以把那个拿掉，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那是我说刚刚我来了，我的是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个是别的事情呢，就是至高者的那个儿子来了，为了那个拯救世界多，因为这个是条件我们现在律法被挡住了，这个被挡住的时候，你说你就是说是就是是，你说不是就是不是，除了因为不是就是来自魔鬼，因为天父耶和华说定了，不是我们来念下要说的那个话，那个话那个上文字在哪了？马太福音我们来查一下，你们就是说是就是马太福音，你们就是说不是就是不是，如果那个上文字在哪个地方？那稍等一下，我来找一下，在我圣经里面，那个有用啊。那个就是马太福音。我现在也马太福音。如果说你们那里看到了，就先告诉我，然后我们不浪费时间。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要说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这天父耶和华说定了，不是就说不是，就你们不可以进去，就你们不可以再进去。天父耶和华说定了，你们不可以再进去，他已经说定了，就是说定了，你不可以把耶和华进去里面，因为有挡住的，就是那个上门节第4章第2节不可以上间，也是不可以加点，你们不可以上间，也是不可以加点，按照那个耶和华的话，按照那个马太福音第5章18节也是说了，上帝的儿子说了不可以动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不可以把进去在里面，上帝的儿子，你们把他进去里面，你们那个不是上帝的儿子，你们那个就不是。我们来念下要说的话，
马太福音第5章。我来证明上帝的儿子说了，他不可以进去在十条诫里面，那个十条诫的那个数据，那个不可以加点，不可以上点，一定要用那个公牛、山羊和绵羊，那不可以把进去里面上帝的儿子那个放这样做的。都就是来自魔鬼，你还没认真考虑吗？你所拜的那个就是魔鬼，你就是那个魔鬼的合作者，我们都一起看了吗？我们都一块看了吗？天父耶和华的所说的多就是挡住的，那个都被拆坏了，不是一个字母，就是那个。1章多就是那个利未记16章多被废掉了，你还要遵守哪个东西就是的就没有了。第二个呢，天父耶和华把那个挡住了，你不可以再继续进去里面，大不会说谎，大不后悔，大说定了，那个被挡住了就被挡住了。第三个呢，如果你说上帝的儿子可以进去里面，按照那个上文就不可以上点，不可以加点。第4点呢，上帝的儿子自己说了，不可以，他不可以进去里面，因为按照那个上文字，你不可以把那个摘掉。摘坏，如果你进去在里面，那些人把进去上帝的儿子为了代表那个山羊和那个绵羊都是来自魔鬼，因为这个祭司的职人被挡住了，那这个是调节红系的律法自动被拆坏了，对，这个被拆坏了，不能再用这个，没有办法。那这个上文字很明确，非常明确，不可以再送那个祭物。你再继续做这个就是那个你的疯狂的，不可以再给你但事情了，因为上文字非常明确了，对，非常明确了嘛。有说过什么？有说呢？他是这样的说的，他要爬进去性欲，他就是那个为了那个外邦人的那个欲，因为这个性欲可以放好的话，那一定要拆坏那个以前的那个欲那个十条诫就是那个给以色列人遵守，不赐给那个其他国家。那如果要遵守那个要说的那个性欲，那个就一定要拆掉那个前面的那个现在不是说以色列，现在就是要说世界多，因为如果说这个是丢弃还在呀，就外邦人多不能靠近那个天父耶和华，不能寻找天父耶和华。但是那个性欲就是为了世界多。那我们来看一下，按照那个以赛亚。